我香港嚟嘅，舊年嘅過年前，咁就突然間發現到有個凸起啊，自己感受到啦，冇突然間咧發現到有粒嘢咧，一年大咯。諮詢咗政府嘅醫生啦，咁政府嘅醫生就話係3期嘅舌頭癌。我家姐真係驗到癌症嘅時候啦，已經係好遲啦。咁擴散到呢度淋巴瘤啦。咁好彩嘅就係香港嘅政府醫院嘅醫生同我哋去分析，都決定啦唔同我家姐做切除啦淨係做一個開始做一個化療幾多次化療，然之後再加電療。咁因為我哋冇經驗啦咁醫生講乜我哋咪做乜咯。做咗一次化療，係做到不似人形啊。之後啦，咁甩晒頭髮啦，個人好虛弱，好虛弱。咁況且一樣嘢嘅，醫生話當其時都係試藥啫，死啦試藥。咁好彩嘅咪試到咯，唔好彩嘅咪繼續轉咯。真係好絕望啦，嗰段時間。咁絕望嘅時候走去拜神啦，諗好多方法啦，網上揾資料啦。咁到最終啦，揾咗我好朋友香港嘅自然療法醫生Dr. Chan Dallas， 佢叫我放眼世界去出去睇下，佢就介紹咗你哋啦，專門對付癌症嘅醫院，俾咗啲好多嘅網上嘅資料俾我睇啦。佢有介紹過化療，通常都係成身去做嘅，但係呢間醫院佢哋有一個新嘅方法，就係介入性治療啦，揾一個動物出嚟啦，專注喺你嗰個患處嘅腫瘤上面。咁開始去做治療嘅時候咧，都係做介入性治療啦。做第一次嘅時候咧，就覺得唔錯。咁之後就出院啦，咁食藥啦，咁配藥出院啦。咁連續咁做咗幾次啊？3次定4次，粒瘤咁冇增長冇縮細。前幾個月啦，吳主任周醫生建議我用另外一個方法，將啲放射性粒子直接擺入去個腫瘤度。做完之後，頭嗰2日已經縮細啦粒瘤。做咗呢個手術之後，1個月內就明顯一路細啦粒瘤。到而家已經同我家姐講，我唔當你一個病人噶啦，我唔再咁樣照顧你噶啦，可以咁你回復翻自己嘅正常生活啦。咁上到嚟嘅時候，見到嚟自唔同嘅國家啦，好多個國家嘅病人都會走過嚟，一定有佢原因噶多謝晒全部嘅醫生啦、護士啦、吳主任、周醫生、詹醫生、Amy 啦，你哋係一流嘅，你哋係好嘅，會明白到癌症嘅病人啦，或者佢家人啦，心情好差，你哋係真係用心去對待我哋每一個人多謝你哋。